棧精心挑選優質頭旗燕窩，製造出呢一款營養豐富、口感嫩滑嘅元棧觀燕黃。嗱，話說每年嘅11月至到第2年嘅1月係印尼嘅春天，雨水方面特別豐富，萬物生長就係呢一個好時機啦。而金絲燕有充足嘅食物，係全年最強壯、唾液分泌最發達嘅時間。喺呢一段時間嘅燕窩雜質特別少，發頭最好嘅，成個棧型都特別大，而且厚身。呢一啲就係好品質嘅燕窩啦，亦都係叫做頭旗觀燕。眼前嘅呢一樽觀燕棧元棧觀燕黃就係落足料嘅頭旗觀燕，食落仲有好香嘅蛋白味添，加埋糖水或者滋補嘅湯水一齊食更加補噶。嗱，根據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燕窩入肺生氣、入腎潤水、入胃補脾、補而不燥。燕窩嘅功能包括有滋陰潤燥、益氣補中、補肺治虛損、止咳痰喘等等等等。哇，確實好厲害噃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，快啲上嚟 HKTV Mall 觀燕棧嘅商店專頁裏面選購啦！